弟兄姐妹平安，家庭礼拜讯息题目：倚靠神。圣经罗马书Roma kamu terpacufang bituku safau dosir urasaka nano ni tengilan nu tamklau tu suar nu pa tenakai ku sakabi di erji Kristoan nano ni pa tenakan tu pakai ni ai ji Kristoan suar ku saka iranu ta tengilan。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是来自神的话，你常常接受神的话，放下自己的想法，接受神的话，你的信心就会茁壮、壮大、强壮。依靠神，做困难的主人，让困难做我的食物。困难并不会叫每一个人都沮丧、失败。如果那个人做对的反应，信心的反应，他就能够越过困难。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妈妈精神失常，有精神上的病。他的爸爸一直喝酒，嗜酒如命，他们家穷得要命，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困难。通常我们会想，在这么糟糕的环境底下成长的人，一定会在性格上有一些扭曲和不平衡。后来这年轻人他去了加州大学读书，学校的测验显明这个年轻人的性格稳定，智力绝对正常，而且打破学校有史以来最高的智商记录。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懂得依靠神来控制困难，而不是被那个困难控制。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认清到底谁是主人。如果你认为困难是你的主人，好，
你就乖乖的受他辖制，像个奴仆一样，你就不得翻身。可是如果你认清我的神才是主人，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你可以从这个困难里面翻身。神是主人，所以我倚靠主，我与主连结，我常常追求耶稣，跟主耶稣在一起，我跟他是站在一块的，我就跟他一同做主，我就可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去控制这个困难，这个困难反而成为我的食物。就像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的时候，迦勒和其他的探子一样，也是看到那些身材高大亚纳族人像巨人一样，其他的探子就说：哇，他们是巨人，是主人呢，我是一只小蚱蜢，被他们一踩就扁了。可是迦勒不一样，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迦勒是主人，他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应该被我们踏在脚底下，被我们吃进去。每一次困难是神在锻炼我们的信心，那是一个创新的机会，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有一些经过困难的人，他们的性格更加甜美，更容易体贴人，而且更有幽默感。以前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叫潘弟兄，这个人非常有幽默感，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他本来是一个很成功的推销员，可是有一天医生告诉他说他得了喉癌，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经过治疗以后，癌细胞受到控制，但是他需要用一副电子仪器来帮助他发音，才可以说话。他没有办法讲话，他靠着电子仪器帮助，他仍然继续上班，而且在教会里面服侍，比以前更有幽默感。有时候他和别人说话会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那个顽皮的小儿子，每一次他做错事，就想办法把我那一副发音器的电芯偷偷的给藏起来，这样我就想骂人就没声音了。他收集了各式各样关于发音器的趣事，然后呢，每一次和人家交谈，他就用他这个发音器的笑话来开场，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就很容易服侍别人。这个人虽然经过种种困难，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更有幽默感的人。他知道只有依靠神，是他得了喜乐。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是来自神的话。求你坚固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的信心是从你的话来。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以你的话成为生命的灵粮。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